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59年豫剧电影《追鱼》高清修复完整版的最终章。《追鱼》已经发布了3期了，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支持。我代表 AI 凡人向各位表示感谢。该片也是当时粤剧2位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许玉兰和范瑞娟同台演出，其中范瑞娟还和其他2位粤剧大师合作过，如1954年的袁雪芬合作拍摄了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，到现在还有很高的知名度。还有1962年与傅全香合作拍摄的《孔雀东南飞》，个个都是经典之作，他们在全国的知名度都非常的高。在1956年中国第1届春节大联欢，许玉兰、范瑞娟和袁雪芬都被邀请参加了节目录制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请看《追鱼》的最终章。我弟弟起下不良之心，他要嫁给于你。啊！哎呀，这是不是好啊？真是私下无人，你我父亲不是从御花园逃走了吧？这是，长郎，快走吧！长郎，快走呀！今有兵不但利于今，大闹吉祥，奉圣旨，明儿等前去捉拿，不得有误。连发之。身边为妻是有礼千金，满山是家乡300里，就是天也海叫我不能赢。怎么了？你为我不走呀？我有一点冷啊。冷？哦，不用了。长郎，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冷了啊！快走吧。娘子，你走得慢一点，我跟不上你呀。娘子，长郎。哎呀，300里路你走得这样快，后面的路你是走不动了。
是知道我是李玉金，他还能爱我吗？切莫要急急忙忙入真情啊！见娘子身色变，莫非有为难之事难测谁？我你这必不太团结同心，与天大的事情要告状真啊！张郎，你可认识我啊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你这个娘子牡丹小不，我不是牡丹。哦，那一定是关外仙子了。也非关外仙子，我是比不谈李什么？张郎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比不谈李玉金啊。张郎，你听我从实讲，我是千年修行在人道边浪，这阴谋君在外些私心真人，又令我独居三夫多凄凉，因此我变作牡丹女郎君，闭上飞机鸳鸯。听娘子说成真心话，不与我张真爱死了。想当初在边部谈判初相会，我与他在月下当如情离场，元宵佳节万花灯，夫妻双双多欢畅。那京城又将我们追为夫，在相府中有两个牡丹闹公堂，恰原来啊，一个就是我娘子变。情关记在心上，想了牡丹的是富贵，那几年娘子恩长，人间难觅一知己。你就是李玉金，以后并肩小鸳鸯，原来怕真情说出一片恩爱。
下，我李煜真是眼睛亮。草堂灯下写在廊，走吧，对吧？馆长先生，殿下天兵天将，苦苦要捉拿于我，你去多别意思，带我去阻挡一阵。老公，娘子我不能离开你，我要保护你呀！这是你是不行的呀！厉害，不免待我发动洪水阻挡一人。
孙子。小要叩见娘娘，地狱不必惊慌，我特来得救于你。多谢娘娘。你愿答应还是小英？答应真的，小英何来？小英在我到南海狩猎，父把女儿得到东西，答应把榆林三片，当着万千受苦。小要情愿答应，却是为何？为了张真，小要情愿当着万千受苦。张真乃是万夫所指，你为他抛下千年道营，岂不可惜？娘娘，那张真乃是至诚君子，小要与他黑素三昧，我是为他完成什么心，完了什么道？求娘娘在心，求小要免在心。我情愿当在红尘去，与张真生死同命，宁断了千年道营，宁离切蓬莱仙境。我情愿神痛苦，不下雨